大家好，我是小美，我来自台东，我叫杨美玉。那目前就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啊，还有家庭的因素，其实常常会给我很大的压力，去阻碍我对唱歌比赛这件事情。因为专科护理师没有那么多时间，那再加上我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，再加上就是孩子很小，然后他们要照顾他们的时间会越来越多，那自己的时间其实很少。那有自己的时间，也只有睡觉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，对啊。那已经大概12年或15年没有参加过比赛了。那这次是因为孟中老师的鼓励，觉得你还是有一个可能性啊，觉得是不是还可以再比？我觉得回去想一想，就是想比赛的那个技痒又养起来，就觉得好像真的可以去比，反正试试看嘛。人生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在台上，我们就好好给自己鼓励。无同款的斗志，不捌行过的暗暝，夕阳点闪闪烁烁，亲像在问我要对倒位去。想起你讲过的话，每一句藏入心肝。想要晓这段感情，会变做长线的风吹，在这个无你的城市，心肝内想的人全是你，你最伤心的所在，你袂开爱你想你梦你的日子。一个无你的城市，心肝内想的人也是你，怎样孤单来过日子？在一个无你的城市，在一个无你的城市。心肝内想的人全是你，离开伤心的所在，你袂开爱你想你梦你的日子，在一个无你的城市，心肝内想的人也是你，怎样孤单来过日子？在一个无你的城谢谢杨美玉。好，马上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美玉是啊，我很喜欢你唱歌的感觉，因为你这个唱歌的感觉是现在刘依霖没有的，只是刘依霖现在对这个舞台非常熟练了，所以他唱歌呢都是很有把握在唱歌，但是这么有把握的唱歌，就少了一种让我们期待的很自然的感觉。然后美玉，你今天唱歌呢，就是如果你更熟练这个舞台啊，我相信你的实力不会输给你隔壁这一位。好，谢谢啊。接下来我们请流氓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美玉，老师其实我好今日听你唱歌哈，我有一种看到一个高中女生，你知道，你唱歌的感觉，就是很清纯的，
每一个人表现感情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你在唱这首歌的云淡风轻，然后没有受过污染的声音，它是很好的。我今天给你一个小小建议，即使在歌唱里面再怎么云淡风轻，情感的堆叠、情感的表现，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在这里面的时候，我一开始你听到你唱迄个爱你、想你、望你，就是这3个词句啊，我还是建议你可以让它跟其他的歌词的表现方式有淡薄仔无同，它可能会情感更激烈，会把这首歌的灵魂唱出来。那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，谢谢老师。美玉说，部落人说他台语没练凳啊，那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就用练凳的语言，好不好哈？就阿美族的族语，对不对哈？你唱一段给我们听听看，好不好？海洋，嘿呀，啊呜啊，海呀呜啊，呜啊呜啊呜啊，银河啊，哎呀。那个你个声音出来，我整个摄影棚整个亮堂了起来，声音可以带领我们到那样子的一个想象的画面，对不对啊？什么部落？那个美山部落在三仙台。非常谢谢啊。